紅眼症咧，我哋有個學名嘅，就叫做結膜炎。咁咧要睇下咩類型嘅紅眼症，就會決定到咧佢會唔會有機會傳染俾人啦。原來咧紅眼症咧都有幾種嘅可能性啦。有一啲係因為敏感所造成嘅噃，敏感性嘅紅眼症咧就基本上咧係唔會傳染俾別人嘅。咁而另外啲常見嘅紅眼症咧，就係啲細菌感染或者咧係病毒感染。咁即係咧有啲壞嘅細菌喺度咧攻擊你噃，咁呢啲菌咧係會有機會傳染嘅噃。咁我哋點樣又有細菌又有病毒係點樣咧？細菌係大隻啲，病毒咧就細細隻咁樣嘅。兩種都可以令到你嘅結膜發炎，所以我哋叫做結膜炎。最常見嘅傳播嘅途徑咧係接觸嘅傳染嘅，即係話咧病人咧嘅分泌物啦，即係眼膠啦，同埋淚水裏邊咧都可能含有高濃度嘅呢啲細菌或者病毒。咁如果你不幸掂到呢一啲淚水分泌物，再掂到自己嘅眼或者係面啊，咁樣咧就有機會咧乘虛而入啦。入到你自己結膜就會發炎嘅噃。咁第二咧，有一啲嘅病毒咧，基本上係可以空氣傳染嘅。大家可能聽過咧所謂感冒菌嘅上眼啦，有啲感冒咧嘅病毒咧，就原來係空氣可以傳染嘅。呢類型病人咧喺紅眼睛發病嘅同時咧，都係會有一啲感冒嘅病徵，佢會咳啦，或者會打乞嗤啦。咁如果佢喺呢個打乞嗤嘅飛沫去到你嗰度，你吸入咗，同樣咧你都會有機會有紅眼症㗎啦。呢三類紅眼症咧喺臨床上原來係有分別嘅噃。眼睛呢個結膜炎係因為敏感造成嘅咧，你個眼睛係會非常之痕嘅。咁呢個痕癢得嚟咧，佢都會有啲紅啦，當然有腫啦，同埋咧都會有一啲清澈嘅分泌嘅淚水出嚟。咁呢啲咧係一啲敏感性嘅紅眼症啦。基本上咧係你一接觸到，令到你敏感嘅致敏原，我哋叫做嚇，之後咧好短時間之內嚇，差唔多咧即係幾分鐘到即係小時以內咁樣計咧，佢就會發病噶啦。咁啊最常見咧係一啲塵埃啦，塵埃裏邊咧又會養一啲微生物，我哋叫做塵蟎。咁呢啲塵蟎咧會直接導致咧我哋個眼白即係結膜啦，會有敏感性嘅反應，呢啲發炎嘅。咁如果係因為咧細菌性，通常會搞到大家咧嗰個痛嘅感會比較再明顯啲嘅，即係佢冇咁痕，但係咧佢會開始有啲痛嘅，同埋咧佢嘅分泌物咧通常咧會有啲機會係黏啲啦，有顏色啦，例如黃色啊、綠色啊咁樣嘅噃。咁呢個咧係細菌性咧嘅紅眼睛啦，都係一樣咧有潛伏期嘅，一般咧都係有幾天嘅時間嘅。咁佢比起嗰個病毒一般咧，佢個潛伏期可能短丁咁多，不過咧都未必係即時會引起一啲咁樣嘅病嘅感覺嘅。病毒性嘅紅眼睛咧，佢染咗就係閣下之後咧，一樣你會紅啦。咁但係佢冇咁痕嘅噃，佢咧就會有咧比較大量一啲咧清嘅眼水、清嘅分泌物走出嚟嘅。不過一般咧，如果係一啲病毒性嘅話咧，佢至少咧都要潛伏咧3至到5天度嘅時間，咁然後咧先至會喺你個眼睛發出嚟。呢三種唔同嘅結膜炎咧，當然我哋治療嘅方法就有所不同嘅咯噃。對於一啲咧敏感性嘅紅眼睛咧，咁我哋咧就需要用一啲抗敏感嘅藥嚟到幫助呢啲紅眼症嘅病人嘅咯噃。咁抗一啲敏感咧，主要咧一就係一啲藥水啦，我哋叫做抗組織胺嘅藥水啦。另外咧一啲抗組織胺嘅口服嘅藥咧，其實都好重要。咁當然我哋要咧剔除致敏原，即係話如果你知道邊啲係敏感嘅話咧，就避開佢，敬而遠之啦。咁有時候咧係一啲即係空氣嘅清新機啊，咁樣咧隔走一啲嘅塵啊，清除啲塵蟎啊，都係一啲非常之有效嘅方法嚟嘅。病毒性咧嘅紅眼症，主要咧就要睇下佢係邊一種病毒嘅。嗱，如果最常見嘅咧，我哋叫做腺病毒。
咁呢種類型咧就有啲比較輕微一啲嘅紅眼症啦。咁其實咧，我哋只係需要一啲舒緩性質少少嘅藥咧，就唔一定需要落啲重嘅藥㗎噃。佢好多時候咧都會慢慢自己好返。咁如果快咧，可能2-3日啊咁樣。咁耐咧，通常都即係多唔過1個禮拜鬆啲咧，其實佢都會自己好得返嘅。咁如果係一啲真係比較嚴重一啲嘅病毒嘅，例如咧係一啲咧我哋叫做咧就疱疹嗱，非性病嘅疱疹咧，原來都好常見嘅噃。咁呢啲疱疹咧，可能我哋需要一啲咧就抗疱疹咧嘅一啲藥咧，有藥膏，亦都有口服嘅咧去幫佢啦。至於細菌性結膜炎紅眼症啦，咁一般咧就係用一啲抗生素啦。嗱，抗生素可以用眼藥水滴落去眼入邊啦，或者藥膏搽落去啦。亦都再嚴重啲嘅咧，就要用口服咧食啦噃。咁咧抗生素咧，無論係滴定係食，都係有個療程。咁一般咧，可能咧醫生會囑咐大家用足7天或者用足2個星期。嗱，咁大家就乖啦。記得咧跟住醫生嘅指示用完晒佢咯噃。點解一定要用完晒或者食晒佢呢？係因為咧，如果你冇完成呢個療程，諗住哎呀我好返啦，我不如收工啦，就唔再滴唔再食，剩翻落嚟嘅細菌可能未死晒呢，原來佢就會容易啲有抗藥性嘅出現嘅。所以我哋用足咗個療程咧，係確保所有呢啲菌咧全部都能夠咧係死晒，咁完全清滅咗佢咧，就冇抗藥性嘅菌嘅出現㗎啦。其實大部分我哋講緊90%以上嘅紅眼症啦，佢好返之後咧都冇乜特別嘅併發症，咁所以只要大家咧就早啲去睇醫生啦，早啲醫好佢咧，併發症發嘅機會係少嘅。咁如果係唔好彩啦，有啲併發症會係點樣呢？例如一啲病毒性啦嘅紅眼症咧，當佢好返之後咧，佢會有機會挑引你一個不正常嘅免疫嘅系統咧，繼續攻打你嘅眼睛嘅表面，例如角膜，即係話啲菌就死晒㗎啦。不過咧，你自己嘅免疫系統咧處於一種混亂嘅狀態，錯誤地認為咧嗰啲菌未死晒，繼續走去打，冇菌打喎，咁打咩呢？就打你自己正常嘅角膜嘅細胞，就會令到佢咧不斷咧復發性咁樣咧有一啲損啊，咁病人就會感覺到咧無情突然間咧又會隻眼痛起上嚟嚇，有一啲紅筋。甚至睇嘢有少少模糊都會嘅，因為呢啲免疫系統攻打呢個角膜咧，係可以喺正個角膜正中間，就好似個鏡頭表面咧突然間花咗咁樣咯，你就會覺得睇嘢咧突然間有陣嘢蒙查查咁樣。原來呢啲病毒咧同埋細菌咧，除咗打外邊我哋叫結膜啦，可以打得眼入深層啲嘅地方，造成病變都得㗎噃。咁就好似咧，我哋個眼咧好似相機咁，就唔係淨個鏡頭有事㗎，佢可以咧俾呢啲細菌病毒打到入去裏邊，菲林、電線都有事都得㗎噃。咁啊咩意思呢？我哋個眼入邊咧就有視網膜啦，有一啲脈絡膜啦，呢啲都可以有機會咧俾呢啲病毒或者細菌咧乘虛而入。咁我哋個眼如果呢一啲視網膜受到一啲感染咧，咁就會睇嘢會有問題㗎啦。咁我哋嘅視神經就好似相機嘅電線，都一樣可以俾呢啲病毒咧或者細菌攻擊㗎噃。咁而佢如果係受到呢啲炎症咧，有機會咧係你紅眼症好返啦，冇晒紅啦，之後先突然間再有呢啲病變。咁我哋好似相機，如果電線突然間彎咗，就影唔到相㗎啦。菲林走咗光又影唔到相㗎啦。咁我哋嘅眼睛呢啲部位，視網膜、脈絡膜、視神經，如果有影響嘅話咧，視力咧就會突然間睇嘢蒙查查。咁咧遇到呢啲情況咧，記得盡快去睇醫生啦。點樣減低呢個紅眼症傳染俾別人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課題。咁通常咧嗱，如果閣下不幸有紅眼症、有細菌或者病毒感染啦，一咧就千祈要記得多洗手啦。如果你掂過，即係自己嘅眼淚水又好，分泌物又好咧，記得要馬上洗手。我哋咧用紙巾嚟到抹完之後咧，請你唔好喺屋企嗰度周圍亂咁抌咯噃。
我通常都會建議咧，病人最好咧就揾到一個乾淨嘅膠袋，歸一啲，將所有抹過眼睛嘅一啲紙巾咧放喺同一個膠袋，然後呢個膠袋一次過就抌咗佢啦。嗱，然後咧我就會建議咧喺屋企人幫下手嚇，或者工人姐姐幫下手都好啦。屋企咧大掃除下啦，就用一啲咧係1:99嘅消毒藥水咧，屋企有機會咧可以嘅話咧抹下佢啊，尤其是抹下啲門柄啦嚇，抹一啲你自己手咧容易掂到嘅地方，咁等屋企其他嘅人咧，佢唔會又拿翻同一個門柄咧就掂落自己隻眼睛度咧就傳播俾佢哋啦。最後同埋好緊要咧，就如果大家係有呢啲病毒咧，有機會係傷風嘅病毒咧。感冒嘅病毒咧，容易有乞嗤、打乞嗤，記得咧戴好呢個口罩。最後啦，咁如果咧無論係閣下或者你身邊嘅人感覺到自己隻眼睛都好似有啲唔舒服，作係紅眼睛㗎啦，記得咧事不宜遲，盡快求醫啦。